其實即係你就算美團俾你喺香港做晒，係你對佢成個集團嚟講咧，其實個影響都係唔係好大嘅啫嚇。不過即係你喺香港有一個市場，加上香港上市，咁變咗呢個咧，我覺得係嗰個 marketing 嘅作用大係嚇，即係你變咗將你嘅業務啊，大家可能即係如果你淨係內地咧，大家要想像究竟佢個業務係點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喺香港有咧，咁又香港上市咧，對於投資者嚟講嚇，或者對於即係一般用家嚟講咧，咁佢變咗將兩樣嘢咧就掛鈎埋一齊咧，咁變咗個市場嘅或者係個品牌嘅形象啊各方面咧係會有幫助嘅。但係喺業務方面咧，我只覺得就即係實際嘅影響就唔係太大，而且你美團咧喺內地嘅業務多啦，唔單止係外賣啦嚇，去到店嘅生意亦都大啊等等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其實就冇可否認嘅咧，就係而家即係你而家剩翻兩個嚇強聯手之下，咁美團嚇有機會就係即係擴大佢個市佔率嘅。咁但係就喺呢個階段咧，大家都可能咧又要搶個市場，咁會唔會喺呢個過渡期咧，又大家又即係有多啲嘅優惠咧？咁所以變咗我哋睇嘅就話嚟緊，除咗佢當佢哋大家穩定翻個市場之後，究竟佢哋會唔會喺個即係價格方面可以做翻好啲？咁呢件先緊要。但係如果你話喺目前咧，美團喺香港嘅業務咧，同埋個競爭或者佢自己提出即係俾多好多嘅優惠嘅話，其實對佢整體嘅盈利咧，我相信就唔係太大影響嘅啫。其實嗱，美團咧就除咗我正話講嗰個基本因素，或者而家整體市場上面嗰個發展之外咧，佢最大嗰個壓力係嚟自北水，我覺得。即係如果你從基本面咁，即係各方面，其實佢又唔係太差。咁如果你話講佢嘅預期嘅市盈率，咁其實都係一個合理嘅水平。嚇，咁所以我諗而家你睇到咧，即係過去其實一個月啦，嚇北水都係不斷咧，好多時都係淨沽出為主嘅，啊淨買入咧，只不過係真係好短暫嘅事。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個咧，亦都同可能話會唔會啲大嘅假期過咗啦？嚇，你知凡係啲大假期咧，對於佢喺到店嗰方面啊，嚇同埋一啲景點方面咧，佢其實都可以受惠到嘅。嚇，咁所以我諗呢個係其中一樣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見到即係北水都仲係咁樣淨沽出咧，對佢上升個動力咧，相對我自己覺得就比較有限嚇。咁所以呢個要留意。但係近期如果你講話近期嘅高位咧，其實上翻去即係180蚊嚇，或者係最高咧就上次都係190蚊啲位破唔到嘅。不過如果你為你揸住嗰隻 call 咧，我又唔係太擔心嚇，因為美團其實都有一個波幅喺度嘅。如果你睇到佢即係由低位慢慢上翻嚟咧，佢嗰個平台區咧又有少少係逐級向上緊嘅嚇，不過幅度就唔大，咁所以我覺得你就可以繼續俾少少耐性去揸。即係美團去到呢位咧，其實如果有貨，我覺得都可以搏佢上翻去180或者180蚊樓上。咁但係如果睇住北水咯嚇，北水如果真係淨沽出完咗嘅話，咁可能對個股價升幅會大啲。但係呢隻股份咧，如果你講目前 AI 個發展咧，咁肯定係真係 AI 個發展嗰啲咧係業務受惠多過佢。ETNet 30週年，專注用心，並肩超越。ETNet 專業版 HV2 股票報價系統，幫你洞悉大局，捕捉投資先機，即刻申請啦！